是日本人非常喜欢吃的这个乌龙面。那老师今天要做的是素的，素食的。正好前一阵好像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有没有教素的老师？赶快来吃这个素的乌龙面。好，那因为观众朋友一直有在跟我反映说，想要学一些素食的料理哈，上次就有反映说，看完这个杏鲍菇之后，希望我们能够再教一些素食的料理，所以我这次特地的有办个素食的这个炒乌龙面。对，那我们这个素食炒乌龙面呢，非常的简单哈，我先把它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切割的准备。是切割的准备的话，我们这边准备的是香菇。新鲜的香菇。哎，新鲜的香菇啊，如果说你用干的哈，那就泡热水也可以。是。啊，新鲜的香菇哈，那看你要放多少，它只是一个配角而已。啊，那香菇在炒的时候，它会呈现出一个很棒的香气。好，那摆旁边哈，那再来是我们的杏鲍菇。啊，杏鲍菇的部分一样哈。我们把它切成一个片状的概念，再切成条状。好，好，然后呢，再切不要太长。放旁边哈，来一样哈，来。好，先把你的那个片状先出来，出来之后再把它切成条状。要不然的话，你片状下去炒会太淡。来，条状下来。好，再来把它的叠在一起，再切。好，再来是我们的玉米笋，玉米笋的部分呢，我们斜切。好，你不切也可以哈，但是斜切的话，化口气会比较好。好，再来的话呢，是我们的青江菜。青江菜哈，我们待会要做一个青江菜我讲一下哈。青江菜呢，它有叶子跟地头。那怎么切呢？那叶子的部分直接对半，切大片一点。然后梗的地方呢，待会我们要先切再去洗。这样才会干净。好，所以在这边直接切对半。切对半之后，再切片。这可以吃哦，哈，这可以吃。好，切完之后再去洗会比较干净。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碗里面，待会要去做一个换水的动作，大概2到3次清洗干净就可以了，连同我们的叶子一起洗。好。好，观众朋友，高丽菜怎么切？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先把高丽菜先切一半，半颗哈。半颗之后呢，它有所谓的地头，都是根茎的地方，还有叶子的地方。先把高丽菜1/3片下去，叶子梗分开，分开之后呢，躺下来之后呢，我们先切叶子。叶子怎么切？躺下来之后呢，先下一刀切个田字形，进来之后放进来。梗的地方怎么切？非常的简单。来看这里，1刀。2刀，这个心留下来煮汤，然后呢，梗的地方粗，它不好咬，所以要把它切断。这里也是一样，这样子炒起来，关系大，熟度会比较漂亮。哦，所以原来切高丽菜也是有那个，也是有撇步的哈。接下来要切红萝卜，老师切红萝卜也要很小心，对不对？对。最常切到手的就是这种圆滚滚的，尤其像红萝卜这种比较硬的食材哦。没错，现在来教大家切红萝卜怎么切会比较好切。首先那个红萝卜的部分呢，它是圆柱体，我们开一个底让它稳固，所以我们先给它下一刀，让它不要滑来滑去。接下来呢，我们给它切片状。好，然后再切的时候呢，就是先把片状先弄出来。这个片状是待会我们来做红萝卜是要用的，所以这个部分片状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之后拍一下。好，拍好之后呢，我们把它排整齐。这样子刀背轻轻的排整齐，不要让那么高。好，切东西就是不要太高。好，来压着。为什么要用切的，而不是用刨的？因为切的红萝卜它的纤维被刀子切过之后，它的甜分会很棒，比较不会有红萝卜的味道。是哦，我以为说只是在口感上面比较滑，因为我觉得用那个刨丝的就是很粗啦。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乌龙面要怎么来炒才会，不会那个面糊糊的。我的老师，因为这个乌龙面通常我们在超市看到都是冷冻的，对不对？
那我发现我炒了之后，那个乌龙面怎么变糊糊的啊，老师？它本身都是属于冷冻的，它是急冻熟面，乌龙面好吃啊，我们要先做一个热锅，这个锅子啊本身一定有热，就把火关掉，火关掉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爆香的动作，来让一点点的油下来，这个动作叫做热锅冷油，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哈，香菇、杏鲍菇很容易吸油，所以稍微再给它多一点点的油，不然它会炒不动。哦，这个是秘诀哈。那因为素食的本身它没有所谓的洋葱，香气谁处理？菇类，所以菇类先下。对，菇类先下，菇类先下，好，那我们这边进来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个爆香的动作。那这边呢，在做爆香的时候呢，我们的火呢呈现一个中火的状态，中火的状态，开始给它做一个爆香的动作。在炒的时候呢，就稍微给它翻动一下，让它的受热均匀，让它的香气出来。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黄萝卜丝进来这个黄萝卜丝是配色的那带了什么玉米笋也进来，再炒一下那这边的话呢，我菇类已经炒软了菇类炒软了进来。那一般的黄萝卜本身切的还算蛮细的，如果粗的话要炒久一点，是那如果细的话呢，就不用刻意的说要让它熟了，不用。那我们这边带来的话呢，炒那个高丽菜面的好朋友就是高丽菜，所以我们家的冰箱永远有一颗高丽菜。我觉得高丽菜真的很好用真的，而且它又很好保存，一颗高丽菜可以用个1个礼拜都不会发黄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现在高丽菜进来之后呢，我们把火开到最大，最大，那开始去做一个烹煮的动作。那这个烹煮的动作呢，我们要加入我们的酱油，是这个酱油要有那炝锅的感觉。这边的温度要够，所以要有一个冒烟的感觉。进来之后它才会有香气。不要急着加水酱油炒一下，它的香气会比较多。好，再来呢，加入我们的水，然后还有我们的调味料，就是我们的一点点的盐巴跟糖。好，那这边的部分呢，水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加热水啦，因为加热水的话，它煮的时间其实会比较快。要盖盖子吗？可以。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它开大火，稍微给它煮一下。待会呢，煮到有一点点微微的沸腾的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的乌龙面丢进去。那乌龙面丢进去的时候，是让它，因为面条会吸汤汁，所以我们让那个面条稍微吸一下汤汁。那吸它这个汤汁的话，那个面条会比较有风味。那如果你面条太早丢的话，会变成烂掉。因为其实面是熟的，你不用刻意是说那么早就下去。其实你是先把前面的食材都先处理好。它面条的作用是什么？进去，它的任务就是进去收一下汤汁，就这样。好，我们现在我们的高丽菜进去之后水进去之后滚了之后呢，我们要加入我们的面条。这边我讲一下观众朋友，如果喜欢吃面很多的，所以要不要跟着多？要，因为面条会吸水。如果你1片的跟2片的面条给的水量是不一样的这个单身贵族只要1片的话呢，食量又不大，你的水也不用那么多，料也不用那么多。但是老师今天的是大概是对，因为我这边面条2片的话，我水分要吸多一点。OK， 我就要给它多一点水。如果说面条少，水就放少一点。OK， 那要不要盖盖子？盖一下，让它吸。对。那火呢？火一样，也是开中小火。好，我们现在它的面条已经稍微有点小滚了，我给它拌一下让它拌开来，不要让它粘在一起。对，然后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面条已经吸了汤汁之后呢，我们最后要加入一个东西叫做青江菜。好，那个青江菜就进来。好，那到这边的时候呢，开始呢，我们要去做一个烹煮的动作。好，就是我们的叶子跟梗一起进来因为叶子本身还蛮容易熟的。高丽菜、青江菜都是我们呢炒乌龙面的好朋友。对，没错。
好，最后起锅前我们加一点点胡椒粉跟一点黑醋。就是所谓的乌醋啦，哈。对 ，OK。那个胡椒粉最后加的目的是让它有点香气就好，让它残留，不要太早加，太早加的话会不见。好，那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素食乌龙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青江菜非常的绿，非常的漂亮，完全不会褪色。好，这样子的素食乌龙面就非常好吃。好，那现在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盘子上面，这个大概可以吃3人份的。老师，你煮那么好吃，应该2人份而已。2人份可能对胃口大的人来讲，1人份就已经把它吃光了哈。好，那观众朋友，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啊，你可以接受七味粉的话，那记得啊，旁边加点七味粉。是。好，然后再配上一碗味噌汤，就非常日式了啦哈。对，没错，这个是我们的日式的素食的炒乌龙面。好，我想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喜欢啊，今天的这个素的这个乌龙面。